选题5处上的时间，你会根据先看，摩天咯，摩是下讲平摩和日咯，2礼拜小时间部，同大家看下来关心些，不平牛干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熊一贵，非常喜欢2礼拜。四天谱。提上5小解，到了现场的世界小学，同我做小朋友小廖。大家好。国民小解天界黑，那一的扭个手。大家好。3日提上我看到的动歌。大家好。提世界5小解射击中。大家好。然后接来看2礼拜的主题是不平的牛干山。来看第一家国家，第一个国家我们看到是哪里？印度。很棒，就是印度在一般比较乡间地区的偏乡，对偏乡的公立医院，感觉医疗设备没那么齐全，破旧，好脏哦。那我们看下一张照片，他的听力受损，听不到了。但问题是，你们刚才看到我们介绍的医院，你看那边有任何可以当做是开刀或者治疗的设备吗？没有。没有，所以他必须要到私人的医院去，设备比较好。问题是，他光是做这样耳朵的这个开刀的费用，可能就要高达台币2万块。问题是这位病人他说，我连2000块都拿不出来，那怎么办呢？他只好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解决他耳朵听不到的问题，是哪里？很强 Newstalk 的出题。同穷苦人服务嘅唔是錢開刀嘅醫院，係啲哪位？第一，火柴杜烘；第二，茶庫杜烘；第三，鼻氧機杜烘。来，我们先请智囊团出示答案。来，我们的答题手，你来我这个位置，看一下你的智囊团提供你参考的这个内容。你要从何参考起？来，你参考。你看那个进去，那个最前面那边有一个很像门的，火车里面会看到那种很像门的东西。只是在那种人都很穷的地方还会有火车吗？会不会就是别国来支援，然后就飞机来这里？来，这也得要有机场吧？哪一个国家你们还记得吗？印度，我记得不是说火车就是会很多人一票挤上去那种的，或是说什么从这个国家要到那个国家就会有一堆人挤在上面。可是如果有那样的话，就代表这里一定是有火车的，所以也就代表这里有铁轨。所以如果要从别的地方把装了医疗设备的火车开来这里，也是可行的。答题手，请出示你们这一组的答案。記得講嘅係對火車圖，係咪正確答案？你右搶 Newstalk。解答是你們的第一題。好緊張哦！哎呀，很棒，討論得很激烈。來，董哥亮第一個燈，很好。耶！來，我們看下一張照片，你們會更清楚。這個火車它有一個名字，它英文叫做 Lifeline Express。這樣的生命線特快車就利用原有印度已經佈建好的鐵軌系統，到各個設備很落後的偏鄉，去替這一些有需要的人服務。好了，各位講一下，從你家到最近的耳鼻喉科，或是你最常去人家耳鼻喉科要多久時間3到5分鐘。 5分鐘。 1分鐘。因為我家爸爸就是耳鼻喉科醫生。不是我家對面。我跟你走到他房間就是。轉過去就是了。OK， 那我相信，縱使是有這樣的一個生命線特快車，他們要跋涉的距離，勢必還是遠超過各位。那實際上又是怎麼運作 ？And look at Newstalk。藍色嘅火柴，這是印度的觀光火車嗎？冇，唔係哦，也係生命線鐵快車。係啲1991年成立嘅印度非營利組織，提供各地偏鄉嘅窮苦人50錢嘅手術。廿27年來，佢哋已經醫了大約120萬三人了。他們都停靠在火車站看着嗎？
错啊！一般会伫一只所在停妥一日，列车总共有7节车子来进行各种无共用嘅手术咯。唔看，查封有动刀骗人嘅。冇有，因为地方诊所冇办法医治啊掉嘅伤病，故所一听到生命线贴块查来咧，大家就上菜来看病了。医生停电复查的蛮耐去，记得出迄啲复查方，系冇？错啊！创业嘅医生伫复查行已经服务了25年了，佢当好停电复查都无共用嘅所在，唔过冇有。佢咩會想有下嘅人啊？哦，后代有记下掉。阿某那些没办法开刀的病人，可能就要带着一辈子的病痛了。当到老人家目仆當救，總算等到一台火車來攞佢哋做50錢嘅拍內臟手術咧，冇。琼亚给阿婆，她刚开完刀，重见光明。她说她永远不会忘记这台列车的名字。恭喜世界小好，挑战题是起开得选，上来听一家题目，我到哪一家国家？看我来看。我们从南亚的印度到了叙利亚，从相片开始看。待会题目跟这张照片有关看起来像一位医生啊？或护士，因为他穿着白袍。倒那个什么面这么厉害？面粉吧像？水泥呢。我也觉得看起来像水泥。我也是。可是水泥是白的吗？照片时间结束，来，演讲 News Talk 主题。一生人利用烤箱提供乜嘅服務咧？第一，本食飽飽；第二，本喝喝水；第三，本飲奶酒。冇。太好了，唯一的男性，唯一的一，董哥，感觉会像在烤面包，然后后面那个感觉有点像是夹子，就是董哥家里有烤箱吗？有你烤箱的内部是长得跟这个类似吗？颜色状态都是像这样吗我觉得它那个旁边一横一横的感觉，就可以放烤盘。 ？OK， 小亮为什么选3？第一嘛，因为我觉得它感觉像在烘干，然后又想到刚刚那一张照片，就是他在调那个白白的东西。如果说它是石膏的话，那3就是最合理的，因为一般人应该理论上不会吃石膏，而且它下面有一些白白的那种残留物吗？还是什么？就像刚才他倒的粉，对，所以它跟走跳怎么产生关联？它可能是义肢或什么之类的。可是，石膏会做义肢吗？用来感觉做可能上不会护哦。模可是如型果它是那个外膜呢？玉子烧，不会你有答案吗？有你原本答案是什么？ 3，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我同学骨折，然后他包石膏这边，就是他就可以开始就是什么活蹦乱跳。对，好，答题手请作答。来答听一下题目，记得有答案是3。解答是不敢看。答对1题之后，想不到，哎呀，又答对1题了。好点。来，我们看一张照片，看得出来吗？这真的是感觉好像面团。对，有点像面团。你讲对了，那个是石膏粉，它用石膏去脱模，做义肢，然后加热。这个烤箱的作用在加热，加热做什么呢？塑形，因为每个人的手跟脚的形状可能有一些差异。回到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说这在哪里？叙利亚叙利亚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内战争已经持续了6年的内战，会有人手或者是脚因此而对会被炸伤，或者是因此而失去手脚，所以他们就在这是一个什么场所？你们看得出来吗？就是火车吗？露营车吗？一个像是货车的内部，他们改装货车。有看到烤箱在哪里吗？那里那个真的是家用烤箱，就是一个家用烤箱，真的好像比居家烤箱再大一点、再专业一点。我们连看了印度，然后看到这个叙利亚，一个是货车，一个是印度的火车。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我觉得他们都
很厉害，就是他们虽然他们资源没有很多，可他们可以利用本来就有这些东西来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你啊，大大都了解两百接棒 New Stock 它的详情概述。哇塞，这3年无脚的，这台一支车要怎么提供一支啊？冇，一台车诶，改装的过后，做加速加脚，跑人一条车就做得伫车的杜方来做了。14年来，已经做了5000人机加速加脚，天数过加13人了。也2个人真紧很强。冇，前头前有2-3人其实都唔系读医科嘅哦。不过叙利亚内战本期也到决定开始学样嘅来做，还有雕加速加脚，个经过名路考场，总算变做加速加脚专家了。冇，用卡车来当义肢诊所是猜懂偏离，做得出假事都记得迄个所在。不过因为叙利亚汉地嘅内战，佢哋行为想办法，前面就唔会本人搭炸弹嘅所在。像一撒9岁嘅小阿妹，佢去家家公屋下了，路风就冷到体内，一起脚本体内蹦到绵绵咧。一个小阿奶喺啲救用嘅时节，要本体内蹦太输脚了。所以有了一支车的协助，他们就能像一般的 CLA 那样活动了。等到骗人，又会在个行路，又看到夹笑容，就系记下到千满足嘅时节了。看得沿途到叙利亚2只国家之后，3年以内同样就像 New Stock， 还是在亚洲，大家相对更熟悉的东京是哪个国家？日本。啊，大家都知道。来看东京的某个题目，也是文明片嘅贴片资料丰盛，片集啲体验乜嘅咧？第一，西蒙切希；第二，自救推移；第三，原炸贴片。请问在座的4位知道什么是文明病吗？脊椎侧弯，因为像是现在有时候滑手机、打电动、看书什么的，姿势不良，然后又加上现代人因为移动很方便，可能比较少运动。现在3C 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多，就是眼睛啊，以前也比较少人会近视。智囊团请出示答案。警察牌是你了。我第一个就先排除忍者特训，我实在想不出来忍者特训和这是日本耶。如果是我，我会就是因为是日本软骨功啊，不是就是疗法日本才放这个，然后让我们误会，感觉像你们会做的事情。对，我是跟他们一起的吗？是，我不是，我是公正的主持人。不，你不是。另有一位就是他的袋子没有完全的那个，这位，每一位的袋子都没有完全的包住。对，这样怎么断气？怎么死亡？它也不能让你真的死亡啊。体验而已。再回归这个感觉像在妈妈肚子里，在子宫里面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它应该会是放松的，因为缩成一团的姿势就感觉很放松啊。这个文明病是什么？文明病哦，我也不知道，可能跟压力有关。压力。我觉得你是董哥哦。好，答案是什么2。好，你也是2。来，既然这么一致，董哥请插牌。他可以讲这么随便。你们看一下，前面亮几个灯？2个。你们觉得第3个灯会亮吗？会。来，答案是不是？是对。 2呢？我相信是对的。解答是。相信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我们。很好，这个东西有一个专有的名词，
叫成人卷，这是一种对于现代人那种你们讲的也或许就是焦虑或是压力产生的不适，他想要摆脱这一切的时候，我就回到在胎儿里面，我应该是没有任何焦虑的状态，因为我不懂得焦虑。那就你们这个年纪而言，因为这是成人卷，是我们大人的事。就你们这个年纪而言，你觉得自己有什么文明病？压力啊？压力呀，课业压力吗？对啊，考前你就是很怕成绩考出来不能看，来，你也绑起来好了。两位女生有什么文明病？肩颈酸痛。上很多课嘛，上很多课你就写了，不管除了学校功课之外，你还要写什么英文班的功课、数学班的功课，还要练钢琴，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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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都是有一个姿势害你会肩颈酸痛。到底20个小时嘅舞，係咪射精要機會嚟接受特別體驗？來看最名家題目到哪家國家？來，剛才我們在日本的哪裡？东京現在這個字有人會念嗎？水不是吗？我也以為是無，它是雨，三聲雨，水雨是。來看體積照相片。畸形蛾吗？啊，会不会它是辐射吗？手吗？怎么了？辐射吗？大家看到他的手，畸形了。抱着他的是他的母親。這個病就是以這個城市命名，叫水俣病。那詳細的狀況，我們先看一下下面這一段動畫，好不好？日本嘅水俣症，第一隻山明水秀嘅海豚，青島嘅家庭以是作五嘅來落實。順後嘅山峰有一間新型嘅科技超級太工廠的運作，看起來係安平和，萬人未冇想到會有乜嘅災難。1956年，當天青島廟嘅一下嘅行路就變做冷冷清清，韓國不點清明古走，蔡天人唔知用乜呢，就同佢喊做廟烏托片。幾廿年嘅過後，一種鏡頭人未開始出現呢，幾廿條講話牙牙帶齒，手腳變形，行路唔猜，還有青島人會喊到太馬上來，是的，因為一種鏡頭單槍的水俣症有，故所大家就喊一種片叫做水俣片。醫生、老科學家都檢查唔出片源。咩唔知按樣嘅來治療，村民都驚嚇嚇嘅，千驚每日都騙人車到。一切都幾廿年過後，經過複雜嘅調查，才發現原因。原來山洪嘅間太工廠，攞幾百噸嘅水源排到海釣度，污染咗魚嘅。咩嘅，攞村民食咗魚嘅，累積咗千多嘅水源。就變做咧水俣片，千件嘅蔡天人到工廠摸波嚟抗議，冇想到工廠唔承認，唔但將繼續排放污糟水，還用錢數萬人用暴力來嚇蔡天人。喺觸到水俣片嘅民眾當中，最厲害嘅就係長出色嘅烏鴉嘅，記得喺阿美都市巷就水源中毒。太陽傷到千嚴重，出世就手腳麻痹，甚至有嘅還會警察神經錯亂，需要千多嘅醫藥費，一生人都需要人來看顧。事情變出來過後，騙人嘅木下人只能付諸費，繼續同工廠爭取賠錢。過了62年，還有2萬人殺水俣騙人。你等檢驗嘅證據，等工廠賠錢，雖然佢也都冇機會好咧。在題目之前，還要再看一張照片。當時得到那些病的人，成人之後，他們這個病是隨他的年紀增長而惡化，他身體比方說萎縮的程度，能夠自立自理的能力，會年紀越大，能力卻越低。小朋友越養越小的感覺。來，準備好了啊！你看到底題目係乜嘅？
一出世就有水耳片嘅骗人，背面送物嘅去做化验来做证据，要求赔钱咧。第一，这样是个脐带；第二，这样是个骨头；第三，这样是个药粉呢。这是什么？这很像粉啊。可是这我有看过这个东东拉回看起来像脐带哎。我跟你的期待。来，你过来，不是，我要学一下我们班很流行就，那个表情要说那句话，我跟你的期待。我们班很流行哎。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就是我很期待的意思。是吗？什么东西？赶快！前面就是这样说。智囊团先出示答案，尤其是要割脐带那一个啊，很好，就只有你跟人家不一样。啊，就是我不一样。我就是要问你，因为我刚才近看的时候发现很多粉状的东西。我告诉你，真的哦，不用近看就知道那是粉状的东西。你近看的还只是看到粉状的东西，那你还近看？我觉得它是不是就是用那个粉来保存当年的脐带，为什么要用粉？防腐剂之类的，就是让它不要腐烂啦。动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资讯，除了人类，还有哪一种动物？猫啊，谁会留着当年吃的鱼骨头？生病的人啊。猫是，可能鱼的骨头会想到。猫进我刚才看没有骨头啊。磨成粉啊！我一开始也觉得是一，因为如果说第一个当年服的药粉，我一开始就是没有考虑，是因为你服的药粉你是吃那个药粉，那个药粉不会，照理来说不会含有汞嘛，因为刚刚说的是说那个工厂把汞排到那个水里面，所以就算药粉里面真的含有水，我觉得没有化验出来几率没有那么大。就是我刚才问你们的问题，有多少人保存脐带？因为其实你们都没有保存脐带，可是我那为什么他们被保会保存存？下来的几率更高。相对于鱼骨头。对， OK， 所以请出示答案。多少啊？就是一啦。解答是哦，感觉这一啦。不简单，真的不简单。今天4题都很难。来，于子超，备好了，体验。请亮第4个蛋。耶 ，Home Run！来，我们看下一张照片。哎呦，两海马改，脐带。为什么是脐带？因为脐带是最能证明他们那时候确实是因为妈妈怀孕的时候吃到鱼而有接触到这个汞，然后而得到这个水无病的。讲2件事情补充给大家。第一，汞会代谢，它确实会存在我们的头发、指甲里面，但时间久了，长大了，它渐渐就代谢掉了。指甲剪掉，头发剪掉之后，到了60岁到30岁好了，去验已经验不出来了。那第2个，你们要知道，就是母体吸收的营养，经由脐带，不管它知不知道是营养，是先到哪里？胎盘。那胎盘就是妈妈身体的一部分，跟胎儿的连结就是脐带。脐带。结果他以为那个是营养，他就大量的吸取胎盘上的汞，所以新生儿这么小还在发育当中，吸取了这么多的汞，他们一出生身体就畸形了。来，最后究竟水俣病实际的状况，我们还是要透过 Newsdog 来了解。唐人讲带到水逆骗给人，竟然只有1/4的人能活下来。保护，是啊，像日嘅骗人，佢按照田中失子，细细嘅时节，佢同家子是嚟海滩上嘅比率，就抽到水逆骗，家子冇几久就过身咧，抢佢还有一条命。唉，看他的表情，活着也很辛苦吧？保护，因为引来印度西咧，骗钱会hand卡松动，一下嘅佢。抢做得多重天天，对佢来讲，hand卡太嘅问题係，等到佢嘅爷兒還有兄弟過身後，冇人愛來照顧佢呢。樟樹片也給阿婆，係水逆騙人，係冇？哦，係啊，佢係版本真子，佢對出世就有水逆騙，做薯片係佢嘅媽媽，60多年來一直照顧佢嘅妹哦。
佢看起来痛痛呢。醫生當地嘅攞佢做復健治療，本佢講大全身嘅糾結。唔過一下嘅醫學還係冇辦法治療佢嘅神經損害。也係佢後生嘅時節，係冇？佢用時佢還做得行路，操比行機嘅。保護，因為佢係少數做得講法嘅病人，故所第15歲嘅時節就代表水耳病嘅人，去到世界各地同人講水源嘅污染有幾得人驚。佢還會老學生見面，老後生人講水耳病嘅事情。佢知道也係假責任，佢要老水源嘅危險，老全世界嘅人講，佢講水耳病唔係消失嘅歷史。還有當多問題要解決咯。各位觀眾，請掌聲歡迎小歐捲。多自然的狀態，連心智都回到了嬰兒時期。來，乖乖哦，哈，先安靜一下啊，我們聽大哥哥大姐姐們分享。今天看了4集跟疾病相關的內容，你們有沒有什麼感受？就是那個火車的醫療的，然後上面的那些志工，就是犧牲自己的時間，然後就是去幫助那些人，讓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小亮呢？我覺得讓我比較印象深刻的是文明病跟水俣病兩個擺在一起的時候，其實有些文明病某部分的啦，當然不是全部，可是某一些其實很多都是因為人自己的行為而造成的。可是像水俣病，他們都沒有辦法決定自己，他們很多人甚至是在出生之前，在還是胎兒的時候就已經得到這個病了。但他們的命運對他們來說，就完全不是他們可以掌控的。我覺得這兩個形成很大的對比，讓我們覺得更加的無奈。以上是兩禮拜節目內容，最尾要提醒大家，兩隻小歐捲係經過專業人士來為佢哋做安嘅動作嘅，所以各位小歐都唔好做咩自家去年做哦。下個禮拜六晏晝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世界